来昨早起的大地震，嘛影响到台铁、高铁甲公路。高铁伫5点钟内消透着人潮，台铁是伫16点钟内，甲苏澳到凤林站的铁轨路修理好势。伫早起一透早，互东部干线恢复着双线通车，顺利甲孝清明的旅客再回乡。啊，这公路的部分，因为苏花公路受损严重，要咧抢修。 一早起，旅客赶行李，要坐火车，登去祭拜祖先。尤其台铁昨传出好消息，原本因为大地震阻断的东部干线，连假头一天的第一班车都恢复双向的通车。我现在有一个坐8点多的，带一个小的，然后我就带我那个老大分开坐这样子。对，因为 没有办法全部订到。为了增加这个运输的能量呢，交通部是规划了从苏澳港出发的蓝色公路，来帮忙这些民众呢来运送他们的车辆。不过苏花公路也被抢通，要前往花莲的车，敢若当透过航港局调派的台北快轮导入苏运。目前海运的方案敢若载车，无载人。由接驳车将旅客由港口这个接驳到火车站，那 也协调了台铁公司加开列车。那损害严重的苏花公路，目前也个咧积极抢修，其中以下清水桥的抢修是上界重要。公路局计划要建造临时便道，4月初6完工，互细台车行；5月底正式货柜便桥，互大台车行。按算今年年底复建完成。那中华公路甲第11线有缘有真济所在阻断，估计伫4月初6进前会当完成修路。 这边落实把灾情又扩大。总统蔡英文是前宣到台北车头防灾中心，听台铁、高铁甲公路局的简报，嘛感谢海运甲空运的协助，调派快轮增加航班。不过昨原本要为台中北往花莲的花线航班煞熊熊促销，这敢若是和空服员超时加班有关系。因为现在是整个这个清明的疏运哈，的确，我们昨天也发现了哈，就是在花莲 航空站的部分有很多人在等哈，特别赶快把这个铁路赶快让它双线营运。花莲的大地震，交通单位积极地抢通疏运，高铁第5点钟内消透人潮，台铁也赶紧伫16点钟内恢复双向的通车。赶伫连假头一天，互着急的民众会当赶紧返去故乡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